大家好，今日啦我就嚟到銅鑼灣 Cubit 11樓一個隱藏版又浪漫嘅法國餐廳。我咧都被呢一度嘅法式嘅浪漫吸引住，而且咧仲有室外嘅景色啦，仲有好精緻嘅裝修、柔和嘅燈光，再加上一啲咧浪漫嘅背景音樂，真係令人咧置身喺巴黎。我今日咧就食佢哋嘅午餐，午餐啦都好多選擇，而且咧仲好抵食添啊！首先嚟嘅咧就係香噴噴嘅蒜蓉包，我最中意，而且咧仲好脆甜，好香嘅蒜蓉味道。哈馬 ham 嘅沙律，哈馬 ham 咧佢個油份咧都 keep 得好好，好香嘅火腿味道，新鮮嘅蔬菜啦，再加上啲醋咧，嗰個味道咧特別開胃，酸酸甜甜咁。粟米忌廉雞肉碎湯，好有口感啊！而且咧仲好滑添，仲有咧好多粟米啦，同埋雞肉碎啦，仲有少少香草喺裏邊，好豐富啊！炭燒美國天然安格斯西冷扒配紅酒汁，個西冷牛扒咧食落去咧好香嘅炭燒味道，而且咧整得啱啱好，好香嗰個咧安格斯嘅牛味，加埋咧佢啲配菜咧豐富啊！低溫西班牙伊比利亞黑毛豬配蒜片、百里香汁，睇到咧個伊比利亞嘅黑毛豬啦，佢咧係煮得啱啱好啊，嗰個成熟度咧係啱啱好，咁食落去咧好有口感啦，同埋好滑好 juicy。食嘅時候啦，點埋個醬汁啦，另外咧就有個味道更加豐富嘅口感，再加埋啦佢嘅配菜啦，簡直咧超讚啦！當然唔少得甜品啦，呢一個咧就係 Apple Combo 啦。Apple Combo 咧食落去嘅時候咧，佢夠熱啦，同埋咧佢嗰個蘋果咧甜甜地咁啦，好好味。再加上咧佢嗰個雪糕咧融埋一齊食咧，又有另外一個味道。呢度啦真係浪漫滿滿啊！而且咧食物有水準啦，服務咧亦都好周到喎。無論咧約會啊，定係朋友聚會啦，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。如果你都想享受性價比高又咁浪漫嘅法國餐咧，呢一度咧就係最佳嘅選擇啦！快啲嚟啦，下次見。